来看台中一个23岁姓黄的查甫人，因的家属指控讲，去年8月去做兵到部队了后，可能父母一位士官霸凌压力变甲真大，4个月后就互退训，落尾互诊断做大脑萎缩，智力是退化到2岁左右，这生活拢爱人甲照顾。军方是有协助这家属进行司法调查，也因为这证据不足，今年10月台中地检终结，士官是免予起诉。坐上来。 妈妈准备接23岁后生回去厝的，不过后生就是安怎拢无多坐上机车，也出现真假表情。妈妈讲后生原本像一般少年相款遐尼活泼，但过去年去做兵了后就完全变款了。所以你在军中他已经有状况了，而且还有人逼着他一次性抽4、5根烟，抽到吐。你在军中发生的事情，你有耳闻了，是不是第一个时间就应该要积极的处理，或者是跟我们家属联络？ 妈妈讲，这个后生去年8月做兵，拄开始也是真正常，但过落部队到国关地检部队了后，开始出现无头神、情绪无好，真反应。最后因为无度适应，去年12月就退训。了后问囡仔，才知影讲，伊伫军中敢若受到某士官的欺负，甚至恐吓，互伊身体甲心理承受真大压力。今年病况开始加重，无度家己处理生活。经过诊断是大脑萎缩，智力退化到大约只有2岁囡仔这程度。本案是在今年5月由单位主动移送司法侦办厘清，并且在10月5号的时候由台中地检署侦结不起诉处分。校准部尊重司法侦结的结果。家属今年4月提出申诉，军方也协助家属进行司法的调查，不过因为证据不足，这个士官无起诉，互家属是感觉真无奈。军方讲会尊重司法结果，会落实官兵的照顾甲严格内部的管理，并且互家属必要协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